ngài dịu hiểm mong ngài hiếu chiếu theo kín bù nhịp ly và hệ chín mươi dịu sống đi cài ơi ngài hiếu hết theo kín bù nhịp ly nhìn bưởi dịu sống đi chúc phúc ngài ly cảm cha nhị tu biết biết tôi ngài dịu hệ an hồn Giêsu sống tin dịu cả ngài thung thái sống tin nhà em ơi an than nhị ya dịu lời hiện tại chết bốn ngày dịu hiểm mong ngài hiếu dịu theo kín bù nhị ly và hệ
對呀，感謝你主耶穌上帝見下照，我都撒要學不計心對你，我都撒愛切切來同心來敬拜你主耶穌上帝，我都撒要唔無計，我都撒相信主耶穌來恢復，我都撒相信主耶穌來做先接我都撒按感恩對你主耶穌上帝，我都撒感謝對你主耶穌上帝，而家來切切講哈利路亞，哈利路亞。
上帝，阿门。我们应该敬神，我们应该天空怎么样？哈利路亚，哈利路
Rabadaya rabadi d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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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i. Hina Maria rabadaya labu. Hina Maria labu. Halleluj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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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gài theo lời chăn mừng, Ngài theo lời lùng giao, Ngài theo lời chăn mừng Chúa Giêsu. Hallelujah. Ngài theo相信，信家一天發生。Hallelujah. Hina Maria labu. 耶穌上帝親臨嚟醫治ngài theo. Hallelujah. Ora baraya labu. Hallelujah 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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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bu. Cao mặt ngài theo ta, cao mặt ngài theo nhà cái thiện. Hallelujah. Xin linh cho bắt sen thầy xin cha, xin linh cho nhà cái cùng. Hallelujah. Mô chú ngài theo cái sim. Hallelujah. Hina Maria la baraya labu. Hina Maria la baraya labu. Shanaya la baraya la baraya labu. Halleluj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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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gài tôi相信經當條善日發生，上帝嘅提防門要發生。ngài tôi相信，ngài tôi nhớ cái thiện nhớ cái信徒，隆重嚟要先田約嘅，經當條係讚美之時，得到一新嘅力量，得到一新嘅救物，很講一個反應，一個福音傳出去，ngài tôi得到千萬嘅力量。ngài tôi得到醫治，ngài tôi要發平嘅身體得到健康，ngài tôi要喝要得到身體得到強，ngài tôi知道要不得要痛苦，主耶穌熱血開路俾ngài tôi撒，透過一個話講出，但ngài tôi會得勝，但ngài tôi會勝利。感謝聖靈要救乜隆重ngài tôi撒，救乜一個字五隆重加熱到去聽一個飯。Câu mắt nha cái phúc nhân cho nha cái phà, bởi là người ta sẽ tận nha cái ân điển tận nha cái phúc, sẽ giá số Kitô cái miệng, ngài tôi cảm ơn ngài tôi祷告, sẽ cả sẽ lại講, Amen, na sẽ cả講, Hallelujah, Hallelujah, na còn nha cái biệt đi phải hơn đi, Chúa Giêsu chúc phúc tất cả, Amen, na tiếng cho, na cái tông chiều nan thì cả du phết phết cái nhân hạ thời Singapore lấy ấy kia cái phụ nhân từ Patrick Mục Si cả hà còn thọ du cái chọn dép kia luôn còn kết ní dép chọn thì cả cái hạ phá na cái du hồ tô bị lấy nghe chẳng khi hôm nay phân nga cái little content nha song thì cái anak con na li pan từ Singapore lấy cái á na ok na cho chọn hay á na thì cái lại tiếp ra cái phụ nhân xong cái còn phá phật xêu na请phọ xéo một tiêm ở dưới hình gì大家好，大家好亚索效力，亚索效力。哦耶穌謝你刚刚学到这句话，我ยัง學到呢句話我好像应该没有记错的话，我应該5年前来過這裡。係講我冇記錯嘅話咧，5年前我先來過呢個教會。有沒有人見過我的？要認識你到我冇？可能你們忘記了，因為我變帥了。有可能有時候忘記邊度，因為到我變小聲了啊。很開心牧師給我這個機會來到這裡，跟你們分享神的話語。很開心啊！牧師俾我機會，我哋可以嚟分享上帝嘅話語。很多人都以為相信的信仰，一個信仰不管是什麼信仰，他們都是希望好。呢一個世界都很多嘅信仰你都信仰，但係呢，每一人都要係信仰，佢都希望有得好嘅。當然，耶穌也是要告訴我們，要給我們好的生命，是不是？當然啦，呢個耶穌呢，一愛本自己都係一個好嘅生命係咩？但是耶穌還是告訴我們，在世上有苦難。但係耶穌肯跟自己講啊。在呢個世間啊，自己會得到呢個苦難啊。但是他在裡面有什麼？有平安。但係在耶穌裡面啊，要平安係咪 ？Amen。Amen。所以信仰並不是只是在舒適的環境裡面實現而已。就是呢個信仰啦，唔係講出呢個很純實，
按實行嘅裏面的發現到嘅，而是在那種挑戰或者困境中，你會展現上帝的能力出來。呀，但係呢呢個信仰呢，自己要有信心呢，都係經過呢個挑戰，經過呢個困難呢，自己想發現到。所以今天我們要跟你們講的就是一個主題，就叫突破的信仰。你自己講嘅題目呢，就係呢個突破嘅信仰。在撒母耳記下23章16節。所以呢個聖經讀撒母耳記下23章16節。啊，裡面講到什麼？有3個勇士就闖過非利士人的營盤，從伯利恆城旁邊的井裡面打水，拿來奉給大衛，他卻不肯喝，將水奠在耶和華面前。呢個合法度咁樣講啊，呢個根本呢3個勇士後佢穿過呢個非利士嘅一個營盤，我哋從呢個伯利恆城市嘅旁邊要佢將佢打水。來奉獻本呢個提杯，但係佢唔會攝呢個水，佢將把呢個水端出耶和華嘅面前。那這裡我們看到是什麼？看到有3個勇士。呢個要而家呢要看到有3隻勇士啊。啊，這3個勇士是大衛的忠心的戰士跟朋友。呀，呢3隻勇士呢都係呢個提杯3隻朋友，一係一個將兵。在那個時候受到非利士人的威脅。嗰之前呢佢受到呢個非利士嘅威脅。你知道非利士跟以色列是死對頭來的嘛？呢個非利士跟呢個以色列當年係都係佢係電影係打仗嘅。他們常常要找亮那個以色列的一個邊境。因為呢非利士下下都佔呢個以色列嘅弱點，搶奪他們的東西。偷佢當然嘅東西。那這次非利士人才控制了伯利恆旁邊那個井水。呢下嘅伯利恆呢係非利士邊啊，佢都播到呢個伯利恆嘅井。切斷了那個水源。佢嚟切斷嘅啲水。那你知道沒有水人會死嗎？當然之間原來冇水為死係冇。水很重要。呢個水都很重要。大衛也是希望有一個水，在你們看到大衛的渴望是什麼？大衛希望可以喝到這個水。當然呢個提杯佢讀時喝之時啊，佢係希望時候識到呢個水。雖然在這種險惡的環境裡面，都有一個盼望，希望什麼東西？當然啦，自己要乜計之事，唔要乜計困難，自己為要計盼望又得到乜計好嘅。我們人也是一樣，因為人只係一樣。當我們在困難的時候，我們都希望有什麼東西，是不是？自己在困難之時，係咪自己為要希望得到咪？你沒有錢，你希望有錢；自己冇呢之事，自己為希望自己得到呢。你沒有食物，你希望有食物；自己為冇食物嘅話，自己為希望得到食物。所以這些忠心的勇士知道大衛希望有這個水的時候，他們做什麼？他們就起來了，去到那個對方的營地裡面。當呢個提杯呢，佢讀時學之前啊，嘅你班啲3隻勇士咧，佢起嚟按殺將按殺去。他不管那個營地裡面那些非利士人有多大、多強壯，但是他們知道大衛希望可以拿到這個水。呢3隻勇士呢，佢唔管呢個非利士人要多提到危險，但係佢知道希望又撳到呢個水杯呢個提杯。那這裡要知道哦，大衛是希望可以喝到那個水，但是大衛沒有叫他們去拿水。當然啦，你啲嘅自己提杯佢按希望又知道呢個水，但係佢都冇喊一個3隻勇士去撳呢個水。這個是他們3個勇士無條件奉獻，要去拿水給大衛，因為他們知道支持忠心與大衛。呢個3隻勇士呢，佢都係佢當下前人去撳呢個井水，撳滿呢個提杯，希望呢個提杯又攝到呢個水。沒有怨言，呀冇乜計嘅。我們人都是這樣，人與人之間都是一樣的。自己人及人係之間呢，有人用嘅關係。特別是父母。要似係在自己嘅阿爸。你孩子要什麼東西，你怎樣都會給他們。當然啦，你在日愛神啊，自己成日愛物計，自己為錢糧本。沒有條件的。冇條件嘅。沒有埋怨的。冇物計問人嘅。但是如果梵蒂要的東西，但係講愛梵蒂愛嘅東西，我就要考慮一下了。我當然愛被考慮一下。我考慮我跟他的關係有多深。我都係考慮我自己嘅關係有多深嘅。我考慮他值得幫他嘛？我都係考慮我識得幫忙佢嘛。當一個勇士他們決定去做的時候，他們沒有考慮，他們義無反顧的要去到那邊為着大衛來拿水。但係你3隻勇士啊，佢冇人用嘅考慮啊，佢切入去到佢將一啲撳呢個水，都係撳到希望日本呢個提杯先。他們沒有懼怕。幾多唔會驚。他沒有膽怯。幾多唔會講冇膽去到按。他們就是依靠上帝。幾多依靠呢個上帝。那當他們拿了水回來之後，大衛做了什麼反應呢？幾多撳呢個水之前呢？呢個提杯要乜嘅
放任啦。那在圣經裡面，我們看到大衛講了，他沒有喝那個水。我哋聖經講啊，呢個提杯佢唔會食呢個水啊。哇！如果我是那個勇士，我說：哇，有冇搞錯？我這麼辛苦拉他條命去拿水回來，你不喝那個水？個只有稍微做到你深入勇士講啊，你話我都用呢個名去救你拿水，乜嘢都咪唔會食。但是因為大衛心疼他們，因為到呢個提杯啦，都按痛愛佢都係深入。這個水是很寶貴的水，呢個水都按寶貴嘅。大衛就將這個水奠在耶和華面前獻上為祭。呢個提杯啦，見到呢個水啦，佢奉獻本呢個耶和華上帝，做一個感恩。本意就感恩。我們今天都是一樣的。我們今天得到上帝的恩典的時候，我們也沒有回到上帝那邊感恩上帝呢？自己係得到呢個上帝嘅恩典之時，係咩？自己要用感恩嘅心啦。還是我們一起求到一個東西來了之後，我們是感覺到理所當然，上帝就是要給我的。係咩講？自己得到乜嘅好嘅東西，自己我咧理所當然嘅，你都係自己應該會得到嘅。我們有沒有像大衛一個在回想那個時候，凡事要向神來感恩？係咩？自己為要將呢個提杯人樣上啊，凡事自己係向自己嘅上帝感恩。大衛的行動是反映到他對那個勇士們他們的感謝。呢個提杯呢，一個行動啊，對呢個深入一個勇士，佢都要用佢哋感謝感恩嘅心。他知道勇士們是冒着生命危險去拿水回來。你每到佢跌得啦，一個深入勇士係用一個生命去撳呢個水本嘅。對他是無私的愛。對佢對呢個提杯嚟講咧，冇為失齊嘅愛啊。今天上帝也是耶穌也是為了我們無私的愛死在十字架上，是不是？係咩嘢啦？自己係上帝啊，為了自己佢用失齊嘅愛死在十字架啦。當今天你得到耶穌的恩典的時候，你有沒有回來感恩，向耶穌感謝耶穌的愛？係咩？自己要得到呢個上帝嘅恩典啊！自己要向自己嘅上帝耶穌感恩冇感謝佢冇。我們很多時候就是感覺到是應該的、理所當然的。要知先啊，自己做人類下下未知道啊，自己當然得到嘅。今天我們就說，我們要突破我們的信仰。我們的信仰不是自己是要從上帝那邊拿東西來，我們要突破我們的信仰，我們要把東西歸給神，感恩，向神來感恩。佢所以自己你看，今日學習嘛，呢個突破嘅信仰啊，咧自己係要係呢個感恩嘅心對自己嘅上帝。我們在我們生活裡面，我們會碰到很多問題。在呢個生活當中啦，自己遇到很多問題。我們會面對各樣生活上的問題。呢個生活當中嘅很多嘅問題。在座有很多人在工作，我們在工作場所會碰到很多問題。喺咩在自己工作方面有很多各樣嘅問題。可能你跟同事之間的不合，或者公司裡面的做法你不認同，你不知道怎麼去跟他們相處。隔離咗同事啊，隔離喺公司裏度係很多問題，被隔咗實被唔愛化。或者你在家庭裡面都有衝突的。在自己家庭一圍要呢個動作嘅。現在很多家庭裡面都面對很多特別是年輕人孩子跟家長不可以溝通的。因為到呢下前多你都係你家庭方面要持咗後生係14年都冇咪騰咧就喂。現在的孩子是我剛剛去了中國旅行哦。我去過呢個中國旅行之時。我的弟弟也把他的孩子帶去旅行。我嘅老太第一個4年車去旅行。他的孩子跟我們整班大人沒有東西講的。一個4年啦，嗬，更加都係年長嘅人啦，冇咩好講啊。爸爸跟他講話，他也是爸隔佢講咩，佢咪似樣。但是他就帶着一個手錶。但係佢帶隻手錶，在他去到外國了，帶這個手錶，整班朋友就在那個手錶裡面講話。佢到帶隻手錶，佢堅係講一個手錶，佢架手錶講咩？他們就一直講得很開心，很開心，很開心。所以一個手錶你講安開心，安開心。然後我就問我的弟弟，我到問一個樓梯，他講得很開心，為什麼跟你沒話講呢？同埋以為首先隔一個手機，隔一個手錶講到安開心，同埋隔以為冇好講。他說我就是不知道要怎麼跟他講話。過嚟嘅樓梯都講我都唔知用乜嘢講咩。家庭裡面都有很多衝突的。在呢個家庭裡面啊，當我們遇到問題的時候，我們要怎麼去處理呢？當人自己遇到問題之時，自己用乜去處理呢？還有個人成長中也是有沒有突破呢？係咪自己呢個成長嘅信仰呢？我們可以相信耶穌很多年，自己可以相信耶穌很多年了。但很多年之後，你還是一樣的。同樣的，差不多都是這樣認識耶穌，這樣而已。係咪自己識了就耶穌很多年了啊？就係用識了就解開詞譜啦。你有沒有更認識耶穌呢？冇要見人識佢冇？
你没有更熟悉神的话语了，要去見學識一個新嘅翻譯喎。你没有读圣经跟了解神要你做什么呢？你要去讀聖經喎，要去了解上帝愛我做乜嘅喎。我们有没有花时间跟神来聊天，每天跟神来沟通来灵修呢？自己要超出時間喎，自己要隔一個上帝，自己嚟作下聊啊。信仰，我们相信耶稣不是在乎你的有信了多少年，當然啦，自己信耶穌唔係講你信你多年了。重要是你的生命有没有被改变、被突破出来。最重要啦，一個生命啦，你信了耶穌，即係要乜嘅改變喎，要乜嘅突破喎。最怕是你相信耶稣久了之后，你慢慢感觉到上帝好像离开你越来越远。當然啦，佢相信了耶穌後，佢咪見叫嘛啦，見離開耶穌見人。其实不是耶稣离你远呢，但係啦，你啲啦，唔係耶穌係離嘅人。因为你不相信耶稣，你自己越走越远而已。因為當你要開始悔你嘅心了，你咪見行到見人你是跟着这个世界一走越遠而已。因為當你隔一個世間作下行啊，離開那個上帝。你越来越你不知道耶稣要你要做什么，为什么耶稣没有听我的祷告？越来越迷惘，越来越怀疑耶稣到底是不是我的神。生下未知道啊！自己嘅禱告之時，呢個耶穌冇等自己嘅禱告，為要悔你嘅心，用切切呢個先見行到見人了。刚才我讲到了，我们在信仰里面是要，当我们碰到困難、碰到那個問題的時候，我們有沒有來到尋求耶穌？當然頭先我講你，自己為咗遇到乜嘅困難、遇到乜嘅問題，係咩？自己要行到上帝嘅面前來隔佢祈禱。當你尋求耶穌的時候，你就看到上帝的能力有多大了。自己到禱告之時啊，自己有看到啊，上帝嘅能力有多大。但是如果你不相信耶穌的時候，你就離耶穌越來越遠，不是耶穌離你越來越遠。但係呢，係講你唔相信耶穌之前呢，你咪離開上帝見人啦，未耶穌離開你。我今年是全時間服侍15年。我呢呢年呢，我已經服侍了15年了。15年前，耶穌叫我全時間服侍他。15年前呢，耶穌呼召我合我侍奉佢之時，我是打死都不想的。我都打死我都唔係侍奉，因為我一個人賺錢。因為到請我嘅木卡里我單殺傳類，家裡面有7個人吃飯。木卡里要7隻人嚟食飯嚟用嘅。我怎樣來服侍神呢？我講我侍奉上帝，我的開支很大，我嘅開支很多，教會給我的薪水很少。因為到舊輩本嘅薪水嘅比較都安啲。我就跟上帝講，我都跟上帝講，上帝遲一點吧。我跟上帝講慢一啲好嗎？我的孩子還小嘞，我嘅細人很細，還在讀小學嘞。很讀那個細學。我現在的工作很好，你行我嘅工作都安好。我可以照顧家庭，我可以照顧我嘅我還同樣可以照顧教會去做教會的服侍啊。我又可以吹那個教會啲侍奉啊。但是神還是告訴我，你來全時間服侍我。但係呢個上帝呢，佢愛我全心所有嘅時間都侍奉上帝。我就告訴神，等我退休之後，我一定服侍你的。我都跟上帝講啊，喺咩我退休我平順之時，我讓嚟侍奉上帝。所以我那個時候就禱告神，我55歲就退休，我肯定55歲之後我來服侍你。家下我上我講我55歲之時平順，我讓嚟侍奉上帝。40歲是黃金年華，我要去拼搏。因為當我40歲之時，我愛去拼命去傳類。但是上帝告訴我，但係上帝跟我講這是不是上帝告訴我？上帝告訴我老婆。上帝跟我嘅太太講啊，跟我老婆講。我太太跟我講，我嘅太太都跟我講，你55歲老了，你55歲已經老了，你現在是最好的時間，你係你最好嘅時間。你應該把最好的要奉獻給上帝。因為你當然啦，你用一最好嘅時間嚟奉獻俾上帝。不是等到你55歲之後才來奉獻。唔係等到你55歲人嚟奉獻俾上帝。老婆沒有反對的，我就放心一點了。因為我嘅老婆冇反對嘅侍奉，我就放心一啲。我就出來服侍上帝。我都行出嚟，我都去侍奉上帝。到今年15年了。到今日已經15年了。你問我15年裡面怎麼過來那個金錢怎麼有的，我真的不知道。你講你15年用乜過啊？呢個你都金錢用乜來，我都唔知啊。但是我的2個女兒去年大學畢業了。但係我嘅兩隻我妹子上年已經大學畢業了。但是她的大學學費我沒有給到1毛錢。結束大學之時啦，我一啲鐳都冇出啦。上帝供應，但係上帝供應嘅。Amen。Amen。
我跟上帝讲，如果我没有那份工作，我会饿死了。我都甲上帝講解下，係講我為冇做什麼嘅，我為讀書幾時哦。但是15年之內，我越來越胖了，但係15年我健配啊，我還沒餓死。我還未餓死。我們有沒有相信上帝可以供應我們的需要？你們敢不敢走出第一步？這個就是我們信仰的突破。係咪自己要相信啊？上帝係用公然自己敢唔敢行出一步嚟侍奉本上帝？這個就是你對上帝的了解，呢都係你對上帝嘅了解。你知道上帝不會離棄你的時候，你就敢走出去了。呢啲啊，上帝唔會離開你，你就敢行出去。因為這個是上帝告訴你要你做的，你就敢去做。係講上帝喊你做嘅，你敢行去做。無限的奉獻，呢個都係你唔冇要乜嘅奉獻。你看到三個勇士，他們在無限的奉獻給為了那個大衛，他們願意去到敵人那個地方拿水給他喝。你看佢三隻勇士哦，佢冇條件嚟奉獻本提杯啊，佢行到嗰個敵人嘅井嘅鹹水鹽本一提杯。今天我們奉獻的時候，是看我們有沒有才去奉獻的。係咩根本呢？自己嘅奉獻啊，自己先看自己要入冇人，自己嘅奉獻。我每次都跟我們的弟兄姐妹講，奉獻不只是單金錢。我平常會講嘅弟兄姊妹們講啊，自己奉獻啊，唔係單自己嘅累。你的時間都是上帝給你的，一個時間都係上帝本意嘅。你的學歷都是上帝給你一個的，學歷咧就係上帝本意嘅。你的才幹都是上帝給你一個的。財產也係上帝本意嘅。你有沒有把你所有的用回在上帝裏面？你要麼你所要嘅，你用完全上帝。上帝要收回來是很容易的事情。我跟你上帝講，係減盡來的安容易嘅事情啊！如果我是55歲才服侍的話，就是差不多這個時候了啊。係講喺計下之前，我打算喺55歲讓你侍奉啊了，就從你下落55歲讓開始侍奉。我現在走路都有點累。你行路不該知道安好咯？怎麼樣服侍？有乜嚟侍奉啊？我們不是把最好的給上帝了，用喺度自己冇最好嘅時間本上帝哦。我們要把我們最好的，我們有的，都上帝要的，我們敢給上帝用。自己係將把自己最好、自己最要嘅，自己本上帝。這個就是要無私的奉獻，你不要看到自己有了有多餘的才去奉獻，神不稀罕你。自己都所要自己最好，自己奉獻本獻，唔好講自己對自己愛人咧，自己奉獻，上帝唔施就一個。我有一個很奇怪的禱告，我要按奇妙嘅禱告。剛剛出來服侍的時候，剛剛行出嚟侍奉之時，因為那個金錢真的不是很足夠用了啊。因為就嗰啲事呢個金錢係就嗰啲事咩講夠用嘅。我就聽到很多人有這些見證，我聽到啱多人嘅見證。那個見證就是他告訴我，有一個弟兄姐妹，他支持他在整個服侍裏面支持他，每個月給他一點點生活費。然後我聽到這個見證，然後我說，這個見證好。我聽到有人嘅見證啦，要計提供啊，佢侍奉，你摘路支持佢，每日本佢嘅先不用一個費用，佢本佢支持佢侍奉，我聽到都安好嘅。我就跟上帝禱告了，我都跟上帝禱告，上帝，你看到我們的弟兄姐妹裏面呢，那3個人很有錢呢。我都講啊，上帝啊，你看嗰個弟兄你心窄啦，佢啱要女啊。你不能感動他們3個，隨便一個都可以的，支持我一下吧。你都感動佢心沙，始終一扎到好了，你嚟支持我。那個是我隨便的這種亂禱告的啊。即使我都係亂禱告嘅，但是我跟你講，但係我跟你講1個月之後，一扎一之後呢，有一個弟兄我講完到之後走下台，要一扎弟兄啊，我講了頭之時，我行下之時。有一個弟兄就走來跟我講話，要就兄弟行前嚟同我講，牧師，佢講牧師，什麼事啊？我講到咪？我想拿你的銀行戶口號碼。我講我係撳一個戶口，一個銀行戶口。我說你拿來幹嘛？你撳一個銀行戶口係乜咪？上帝告訴我要我每個月給你一點點奉獻。上帝講我講啊，我每日半年一個奉獻。等我就看到一個弟兄，我就看一個弟兄，我心裡面想，我喺心度上，你比我還窮呢。我講你比我呢個橋。我說上帝啊，我講上帝啊，你是不是聽錯了？你咪聽錯喎。我說你3個有錢人呢。我講佢300多啲人啊。等我就跟那個弟兄講，我們再禱告一下，好不好？我講個弟兄講，自己嚟禱告先啦，好嗎？我不敢拿，我唔敢拿。我說那3個有錢的，他們多餘的，你就叫他們給我，我拿得安心一點。我講佢300人啊，呢個要多嘅，要按道理嘅，我拿到我個標心。
后来我跟另外一个牧師，我的老師分享，過嚟個後時間，我老師甲我牧師喺度佢商量，我的老師就罵我了。我老師都甲我罵我，我以為罵我上來為什麼不拿那個錢呢？我話到佢罵我，到咪冇拿那個鐳他了。就說我，你這個人自大又自私。啊，我說哈，我沒拿錢還自私。佢之前啊，我老師都甲我講啊，因按自私，我講應冇拿個鐳，因為係冇自私。他說，你看你的禱告神都聽了，為什麼神不可以使用這個弟兄來祝福你呢？啊，佢講啊，你看上帝已經公認一個禱告，佢聽一個禱告。為什麼一定要用那個有錢的那個人來祝福你呢？當咪用個心質要呢人啊？那個有錢那個他是多餘出來的錢來的。啊，因為到個心質要呢人佢係要多嘅。我那個老師告訴我，向陽，今天我告訴你，那個弟兄他所做的那個舉動，雖然你沒有拿錢，但是他已經被上帝祝福了。啊，雖然我講啊，雖然你冇那個提倡嘅女啊，但係佢人用做出來啊，佢奉獻一個錢一個文錢啊，都係上帝祝福佢了。因為他順服上帝的教導，他願意做，他沒有的不夠的，他都願意走出來問我拿那個銀行號碼。啊，因為到啊，佢都順服上帝喊佢做嘅，雖然佢唔夠用，雖然佢冇啊，但係佢咁行出來啊，佢聽佢順服上帝，佢拿一個呼求，佢係支持你。呢個就是牧師的奉獻，無私的奉獻，一都係冇蝕嘅奉獻，就是順服上帝。一都係順服上帝嘅。我們有沒有每天都順服在上帝的裡面？哇，神我沒有，我沒有時間。你真的沒有時間嗎？你拿那個時間來去跟人家講閒話，沒有時間嗎？你沒有才幹，你真的沒有才幹，沒有才幹你就是傻的。我們每個人都是神所創造，都有價值的。啊，自家每年啊係未要用去順服上帝啊，自家偏鬆未講，自家冇時間，但係自家錢多時間你講你都很快，隔你都夾別片要家都講很快，自家拿自家最寶貴嘅時間嚟奉獻本自家嘅上帝。Amen，阿們。我們教會在做那個社區的工作，我們教會在做社區的工作，社區幫助那些窮人。哦 ，OK。我哋三個教會呢，要做啲係 program 嗬，本嚟都窮人嘅。開始我做的時候都蠻辛苦，開頭做之前呢都啱辛苦。因為很多人不明白為什麼要幫助窮人，他們也不是很有錢。因為當我都教會人啦，叫曬講同埋幫助你都窮人啦，但係佢都曬要嘅未講按足叫按照嘅人。但是我鼓勵他們，但係我都鼓勵佢都曬。你認識耶穌，你就不是窮的孩子，你不是窮的人。我都佢都曬講啊，你認識了耶穌啊，你未窮嘅人咯，你未冇嘅人咯。你要相信你今天所付出的，甚至會祝福你的。你要記得你今日所付出嘅，上帝一定會祝福你。我們不要以為你給1塊錢，上帝就要給你2塊錢。我自己都到，自己都到100出來，上帝會幫助你200。上帝的祝福是很廣的。你上帝嘅祝福都係按看嘅，係咪有按法嘅？他可以給你有能力賺錢，佢本意能力去傳累。他可以給你健康，你不用浪費錢去看醫生。佢本意就係健康啊，你唔是花累去看醫生了。上帝會回應給你，是不一定是錢的。我們不要用錢來衡量。上帝啊，我給他1塊錢，你要給我2塊，不是這樣的。上帝的祝福是滿滿的，給你所需要的。自家冇想到上帝嘅祝福哦，我奉獻100，我家係上帝幫助我200，上帝嘅祝福你唔係用錢，佢都係慢慢，佢都供應你所需要物嘅，佢都為本你。所以我們之後我們的社區工作越做越好，有很多弟兄姐妹他們願意買那個食物來，我們就拿去每個月我們來祝福250個家庭。過年我都曬教會人用行出嚟啦，都慢慢開始做出嚟，佢都曬今年啦出，佢都曬嘅女嚟。支持你都窮人，我都三每日一度支持到250個家庭。我記得有一次我去一個社區的老人院那邊，我去到嗰個老人院之時，那一次是讓我很心痛。我去到都很心痛。為什麼心痛呢？當我被心痛啦。那個老人家問我們：你們是從哪裡來的？你到老人家佢問講：你係邊啲來嘅？他講：你是不是從後面那個廟來的？係咩？你從嗰啲背後嘅係廟來嘅？我說我不是，我們是教會。我講唔明，我從呢個教會來嘅。哪一間教會啊？係邊家教會啦？哦，我們是在那個地方的那個教會。喺度按實地方嘅教會嘅。哦，那個教會很多年哦，應該有20-30年哦。我講緊依家個教會已經20-30年了嗬。我說是啊，30多40年了，在那邊。我講緊個教會已經30年、40年了。
但为什么你们现在才来？個而家來人講啊，當咪呢啲係人來啊，你心痛吗？你没心基督徒，我们讲你看到没爱啊，心痛吗我们爱在哪里啊？愛在40年之后才去那个老人院去看那些老人家。嗰陣時我聽到到安心痛啊，已經40年了啊，人來到嗰啲老人陣。我们要关心人的时候，我们有没有计算？还是像那些勇士这样，我们无私的，或者像耶稣这样无私的，为了我们愿意牺牲的，我们有没有？喺咩個自己愛人之時，自己關心人之時候，自己為先計算啦，啊到自己為要從耶穌嘅心，從你3日用是2蚊嚟侍奉呢個提會之時。最后就是我们所做的都是要以神为中心的。啊，最後啦，自己做乜嘅嘢用啊，自己係為自己上帝為了嘅中心。以神为中心，就是我们凡事所做的，我们都是蒙神悦纳的。啊，自己啊凡事做到向自己係上帝。我们所做的都是神要我们做的。自己係做乜嘅都係上帝愛自己做嘅。当我们很清楚神要我们做的时候，你会看到上帝在你身上所彰显的能力。啊，當然啦，係講你順服上帝，你喊你做乜，你做出你可以看出呢上帝侍奉本你嘅能力。你就会看到，我们这个信仰不是单单只是讲而已，我们看到一个是又真又活的信仰。因为当你做的时候，你看到上帝在你身上做一些你认为不可以發生的事情。啊，你看到你係信仰啊，自己咩講強講嘅話，係講你順服嘅話，你看你係信仰啊啦，都係法嘅，都係真實嘅。我真的没有想過我可以全時間服侍15年，啊，我都冇想到我可以出呢個時間侍奉15年了。但是這個是神給我的恩典。呢都係上帝本來嘅恩典，讚美上帝，歸榮耀給他。感謝上帝。所以我們結論就是說，在我們突破我們信仰的時候，你要知道，我們不是在一個舒適的環境裡面才可以彰顯那個上帝的榮耀，我們是在那種困難或者在那種絕望挑戰裡面，我們堅持相信上帝的帶領，你就會看到你的信仰有突破了。啊，呢個結論啦，就係講到呢個突破嘅信仰嘅啦，未出現嘅舒服嘅環境嘅啲以後得到，但係你經過呢個挑戰，經過呢個困難，自己得到嘅。讓我們學習那個勇士他們所有的無畏的那種無私的奉獻，來幫助更多有需要的人。啊，自己學習啊呢個提會嘅3日勇士啊，自己用本獻啊嚟奉獻。也讓我們在信仰的道路裡面，我們敢挑戰自己。當我們認為不可以做的，但是你知道清楚上帝是帶領我們前進的時候，你敢做出第一步。啊，自己當然自己係信仰，啊，自己為善之事，無論有乜嘅挑戰之事，有乜嘅困難之事，自己啲得上帝嘅，自己通才自己敢肯出去，上帝本自己能力肯去做。你就會發現，你原來可以衝破一切的障礙。啊，以後發現到你都可能要可以通過呢個完成神要你完成的旨意。呢個上帝本自己亦係旨意。Amen。阿們。神賜福你們。呀，上帝祝福你哋。哎，我們一起站立，我們來禱告。好，自己起來，自己禱告。你們也禱告，我們有一點點時間啊，1分鐘。你向上帝禱告。如果你感覺到自己有困難，不敢向前走的，你向上帝給我信心，走在你的裡面。你相信我們的上帝是又真又活的上帝，他是敢的，他是可以幫助我們衝破一切的障礙。自己都係咁，自己嚟禱告，係講自己有乜嘅困難，自己向上帝講出嚟，上帝會幫助自己嘅。哈利路亞！我們一起開始來禱告。哈利路亞！可那巴巴巴西基奈，可那卡達巴西基奈，哈拉巴西基奈。哈利路亞！哈利路亞！謝那卡達巴西基奈。哈利路亞！哈利路亞！哈利路亞，哈利路亞！主耶穌，我們謝謝你。主耶穌，我都係感謝你。我們知道我們在信仰裡面，我們碰到很多困難。我都係呢個經過呢個信仰，我都係很多呢個困難。我們在我們生活裡面，我們的熱忱的生活、工作裡面，我們也可以碰到很多的困難。我都係生活當中，我都係遇到很多問題、很多困難。但主啊，你讓我們加強我們的信心。你嚟加強我都係嘅信心，讓我們可以繼續的依靠在神你的同在裡。我都係可以繼續嚟依靠你。讓我們可以看到神你就是我們唯一的真神。我都係可以看到你係唯一嘅神。幫助我們有信心走出一步的時候，主啊，我們知道你就會帶領我們。幫助我都係嘅信心，係你用帶領我都係嘅。讓我們在整個信仰的過程裡面，我們也學習耶穌基督呢種無私的奉獻。在呢個信仰裡，我係學習呢個耶穌嘅愛。
帮助我们身边有需要帮助的人。你嚟幫助我哋撒可以祝福我哋撒環境要施救嘅。但我不要计算我们有多少才可以做多少。我哋撒唔要用錢計算了，我哋撒要做到幾多，我哋做幾多。当我们知道我们是上帝你要我們做的时候，我们愿意走出第一步。主啊，我们来完成你的旨意。我哋啲啲啊係講上帝，我哋做，我哋撒到行出一步嚟完成一個旨意。帮助我们弟兄姐妹在日常生活里面继續的倚靠在神你的能力當中。幫助我哋啲弟兄姊妹們，在而家嘅生活當中嚟倚靠上帝嘅。賜福我們在座的每一個弟兄姐妹，嚟祝福我哋撒弟兄姊妹們。感恩禱告，奉主耶穌基督得勝名。感恩禱告，奉上主耶穌得勝嘅名。Amen。阿門。哈利路亞，破曉大響。Mày nhìn như thật cầu phúc ấy trên đông thiếu Thôi cô liệt cái phụ diêm Yêu hả? Anh tôn nhìn thật đó hả? Phít khẳng Ngay xong xin luôn dùng sĩ ca thật đó truy họ cái trên đông chiếu hả? Xin sim ở chôn cầu hìa kỳ thật hả? Cá hà sĩ ca tu Lấy kẹt xúc liệt cái chi phí Ngắt thoải mô tay xuống Sĩ ca chuẩn bị chẳng ai giúp bố co như không? Ok, ngay xong xin sẽ cắt tật tờ nhung cái sòng thì cái anh tiền đi sân khỏi giúp bố co hả? Sẽ cắt thôi chọn đi sân. Kinh hà sĩ kiên chỉ cái lối pun phung hiền Tiếng chỉ mời phung hiền nhịp lối xin phung tù hì San phui chi si Tiếng chỉ mời phung hiền nhịp tròn xong tù hì Choi bồi mùi cái Hạ khá chi phối mũi cho bài liệu xì điểm Trang nhân sau nhân chi phối mũi cho bài liệu liệu điểm bàn âm theo Chỉ các xin thong dư lượng linh chi phối lý bài nhết Thì chỉ thọn cứu điểm Thì nhị thọn liệu điểm âm theo Song ti chỗ phụ thầy chế ca Hallelujah, 破曉俾世界主。嗱，我相信世界幾樣嚟，世界落去係特留咗先睇，今日世界嚟，世界嚟準備一個奉獻，世界嚟禱告呀。請嚟天父感謝你，我相信一個恩典是上要我到嘅心中，我到嘅生活中，唔是鐵。嗱，見到我都係感恩，透過呢個奉獻，在呢個奉獻嚟奉獻主，先常喺耶穌基督名做主嘅工作，所以你哋感謝你主，見到世界嚟結束一個智慧。讚美因為太解上帝妙上帝妙上帝大條讚美cái song ti miao song ti miao song ti miao song ti學習本是個奇妙嘅上帝，唔是離開個世界嘅。感謝你主先靈要獻帶呢個智慧，從頭到尾，隆重嘅都得到一個恩典，加之當嘅都有榮耀嘅神，而先靈祝福嘅都嘅路途上嘅無卡，冇受欠嘛嘅。用弟姊妹們，這個嘅向送上嚟。這個天父嘅平安快樂充滿了世界嘅心中，主耶穌寫世界佢顯出嚟，佢寫復活為了世界得到永遠嘅生命。聖靈唔是離開個兄弟姊妹，時常要祝福世界，要獻大世界，大世界係得勝嘅路。在耶穌基督嘅名，世界感恩，世界禱告，世界齊齊嚟講，阿門。上帝祝福大家，嗱，初上你先。